俺侬文邦在做报告，阿皮阿炮，阿只阿外婆带叫多么，父门干托木这名个不，木在生阿不买，飞动的更毛买，你叫罗文邦在做报，可你不一个，如果不一个，俺侬阿皮阿炮。只阿外婆，可到是空毛，泥丸毛，丁蛋毛么，最做最说不对，泥丸也拍命个，阿我么，俺农村不该大在个，龟毛买列罗文邦在做个。景颇人是太阳的子孙，是大山的子民，他们能歌善舞，热情奔放。歌声伴随着他们走过千山万水，跨过了苍茫岁月，让一个火一般的民族永远燃烧着奋进的激情。长刀是景颇人开天辟地、斩草立寨的武器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长刀也成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，成为了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现场的朋友们，您现在正在欣赏到的是舞蹈《神山之音》。景颇文邦苗下尼，战阿个树个山里，一种不浪扎，战青钢铁阿绕布拉，干包浪浪土rei什日什代是难代，心肝你杀之亏，么闹么带先外，ขอบชวมชานียะเทมุลวนแต่ก็บุก么带先我爱噶ทางเร